因大关心昆林西里九龙里上百个在地百姓，初六做伙烧酒来到九龙公墓外口抗议附近的产地，当日咧违法起殡仪馆。在地百姓认为讲要起殡仪馆，离校校无到300公尺，附近拢是菜市山区，若是起殡仪馆排出来垃圾水，恐惊污染到地方。因讲因绝对会抗争到底。坚持反对，抗争到底。将近100名里民真生气，要求当日施工的殡仪馆工程随着来停工。因认为这个殡仪馆伫咧农地顶悬，无经过申请，嘛无甲里民来讨论，离学校嘛无到300公尺，附近阁是菜西生产的专区，一旦若起伫遮，对地方会造成影响。是死水这足严重的，这落了后，伊的狗啊一定排落阮的食水沟落嘛。这岛种的米、迄菜、迄农作物，我讲坦白的，阮家己嘛唔敢食。因为食了就感觉怪怪啊。第二，搁来影响到阮遮所有的收成啊。婚林县议员廖玉贤表示，不管是农地农用政策，或者是殡葬管理条例，这个工程拢明显违法，要求相关单位随着来调查。县政府农业处嘛表示，这个案件无经过申请就施工，确实是有违法。农地农用这是最大的原则啦。那除非经过合法申请、合法核准的案子否则的话。都违反我们农地农用的规定了。根据了解，业者对着县政府来到现场调查，拢是真配合。但互人问到土地到底是要创啥物，业者拢紧嘴无要讲。但无论是要做啥物用途，县政府拢要求在地公所来查核清楚，来恢复农地农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